觀眾朋友，今日個項目歡迎收看福起來的，係阿明哥劉浩明。今日福起來有請到一個國體配類的來賓，也來賓呢曾經喺我哋嘅國家隊嘅醫療團隊裡邊去做過事情。那同時，亦唔單止用也嘅專業去批判到我哋嘅運動選手，同時亦嘛愛批判到伊哋心情過一模時間。我哋馬上歡迎今日物理治療師來到現場。你好，主持人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楊金雄。經常今日個發現來到我哋現場，因為其實我哋從來會提講，其實我教育國家隊一件事情冇咁簡單啦吼。當初哪有一機會去加入我哋國家隊啊？當初係愛做兵，愛做兵，愛抽籤，喺我喺醫療人員面，你做得用專業醫去抽啊。喺一年差不多五十名額，現在就有較幸運抽到。咁其實是出道以後，係咯，唔是做兵係咪？還是講用做兵呢一啲時間去服務國家隊？用做兵的時間去國家隊服務啊。啲都做員國手訓練中去做兵，安尼照顧下要有選手的健康啊、復健啊安尼。咁幾時前你睇做樣服務嘅個比賽運動項目喺哪度？你記得冇？記得有東多呢，還有體操、游泳、有田徑，沒有較少用看到的競速滑輪溜冰啊，就係你身形高嘅直排輪，也個世界等級就冇強用嘅，係啊。像你這個算是一個物理治療嘅專業嘛，吼。但是你頭講嘅冇強用嘅比賽項目，吼，譬如講球水啦，我哋講體操啦，大板茶啦，吼，無論幾多吼，還有我哋啲直排輪嚟講。無強用嘅項目，伊也要安尼講用到嘅肌肉嘛無強用，無強用。咁而即個傷害嘅部分係咪嘛無強用？無強用，譬如來講，乜個直排輪嘛，佢就葉片嘅肌肉會強硬，比如安尼出力咩，佢也係要強硬，佢咩膝蓋這邊咩動痛啊，還有體操有無強用鋼筋呀，翻來翻去嘛，動到傷到傷害到葉片，係啊，個動作無強用嘅運動項目嘅話，唔得一樣去面對咯，還是講對你嚟講？對我來講，當會偏硬嘅，安尼較直接啊，叫來唔鬆開也會痛安尼，但係老記看一下嘅，看係是頸椎有問題，還是膝蓋有問題，安尼都正常像偏硬安尼去檢查去做復健安尼就好嘅，但係。其專項無強用，我會特別加強不一樣的地方。譬如講滑輪、直排溜冰，其他片會痛，我就會強硬，我就會強化你大腿內側的肌肉，安尼就無強用的治療方式。後面的話，我其實我同我哋講教練去做討論，然後同時去設定一個計劃分野嘅選手。今後是黑暗的，但喺台灣選手有時間冇多咩，所以比較容易受傷的，帶着傷去比賽啊。所以係嗌教練講佢腳做唔得，做乜該訓練，做唔得，叫我訓練，叫我比賽。所以我想用嘅好本佢唔會痛，安尼去比賽，用貼布啊，用乜個矯正啊，然後給限制住，可讓他去比賽。咁一部分人講開來嘅話，你這個本地會考運動冇？係啊，我打羽毛球。可是你這個對於運動傷害一件事情，平常都要提注意。有，因為我一片嘅膝蓋就底部半月軟骨就壞掉咧，會痛。可是你這個以前嘅學習物理治療時間嘛，有會注意運動傷害嘅部分冇？冇，其實我喺學校學習的時候冇注意冇特別去講一塊啦，就會偏硬較多。你就想我們畢業之後，大部分都是在醫院上班，就看偏硬較多。去國家隊看到按到運動選手，按到看冇強用嘅。嗰種頭有講到講，其實我哋以前睇我哋咧一般咧復健咧啲中心嚟講嘅話，我哋你看到可能如果講年紀過大嘅太年長嚇，而且個可能真係太部分如果東西永久嘅骨頭永久嘅，多多少少有問題。但是人家看到係一群軍人強嘅運動選手，伊哋咧嗰種傷害類別會有冇強用？冇強用。老人家差唔多用踢球會冇鬆快，差唔多我用手術啊，差唔多。我
我考慮叫我數數模，幾多歲，我用幾球的，能做得用1球的安尼。但係選手冇強用啊，佢我比賽幾多年，一台幾多的鴉片，開多，你要考慮的事情冇強用啊。如果應該係生活安尼就好。年輕選手你要考慮到佢收入啊。去比賽，去職業隊嘛，我去國外比賽嘛，唔講冇強用的目標啊，差咁多。等於如果年輕人的話，體育可能咪在比賽，比賽。好，聽你都講，伊冇辦法講隨便可以到，而你又要可能個做復健，那是伊都冇辦法去比賽。比賽係啊。嗰時有一排名，可能如果跌下來。跌下來，叫幾多歲？我30人才講開這個刀。一年做得專業比賽嘛，2年、3年。但是我每一個現實的問題，伊安尼，譬如講安尼上成年的路數，好，那講，真是完全可以用復健去維持住嘛？佢個我要講做得去比賽，係佢做得應付短時，係應付短時。台灣的也係選手就係安尼，咁可憐。你看 NBA 好，真是，一隻拉傷有冇來到？半年唔是比賽，2年唔是比賽，沒有錢哦，沒有錢。兩薪水都好誒。係咩？那台灣就做唔得，因為有喺喺大學啊，慢畢業就比賽啊，係啊，做唔得。譬如講，我今日提供其實今日個大型的比賽嚟講，幫下哋咧醫療團隊裡邊可能會有心理師，心理師嘛哈。但是從這個讀到，因為這個最長一隻運動啊，咧。嘅運動選手嘛，有時其實有時些，伊發現到伊受傷誒，可能會影響到伊比賽時些，伊心情會大啊，會啊。啊，其實從講法，你解決有問題。沒有，我雖然不是心理諮商誒嘛，我心理治療的，但係我比心理諮商是更接觸選手，更一線。對，有乜個問題，其實佢條條攞嚟講，做唔得咯。教練講，因為你教練講，佢就會講，有疑慮啊，那總唔得派你去比賽，安尼就不你拿這個，要個名額就不你拿這個，所以我就會開導他，然後佢講，你討論一個方法，讓你可以上去比賽，但是我不保證你會不會下一場還可以再比，可能這一場就結束了，對，可以討論。我講我按清楚咯，係，剛剛。看嚴重一點的，我按你講，讓我懂清楚。不過真是也一天要等於講，也一天至少要提把利弊講清楚。係啊，利弊講清楚。剛才話都是些，譬如講我哋最慢的線，哪些線數哈推俾國家時間，等我講物理治療師，我去改變。我去改變。教練會係硬去做，叫我去。唐麥應該戰術嘛，麥應該打那邊，我有講，佢一下叫做唔得行業動緊啊，做唔得行按腳，做唔得不能衝那麼快啊，所以我會跟他講說，你要不要考慮一下？好，給他一個建議，說你要不要換一個位置？嗰時等於講，其實這個喜劇人等於講，你對每一個運動路多少少會提，係啊。好，係安尼，因為講，佢運動唔能提供，伊可能平常我用到某個那地方嘅用，然後也動作很用啊嘛，吼。其實我愛了解運動啊，因為你看足球，佢就冇強用按太有冇，伊唔係有人受傷你就做得你去，你要等佢講。你來，就你看你做得唔做得，我下去，我送醫院，還是說旁邊治療，再送去，你要決定，你要敵那個規則，你衝進我被判出場，你就整隊中華隊沒有醫療人員，因為你被判這個只能出去違規，然後也丟臉，對，因為你是代表國家出去。田徑比賽是帶乜呀？動作要乜？貼布卡多啊，應急你會看到那個肌貼有冇？都有咩外傷，有人會大到面有冇？流血，還有那種拳擊有冇？大到鼻子啊噴血的棉條啊那些，還有那個冷噴劑那些，都得帶到包包裡面隨身帶。然後一示意，你就要衝進去看那一片，都得繼續嘛，還要暫停抬下去，馬上就要肯定。但是問題有啲會工作已經超過物理治療師的工作呀，譬
譬如講大刀面流血，因為物理治療是被醫療人員咩，所以要學會急救，大概止血沒歪啊。但是後送快多有冇？就看你去那一片，因為去國外有冇，就送國外醫院，你要陪同去做翻譯。可是對人嚟講，其實都會現場來講嘅話，大家都會醫療人員，教練咩也懂一點，那個踩一踩嘛，紗布還有天數有的時間就那個曲棍球有冇？大刀面啊，大刀壓流血啦，骨折啦，都恐怖誒。係啊，等於咯，其實唔但是，這個都唔係一啲算是講，等人家送來做復健的一啲治療師，等於現場的一啲急救的處理來做誒。醫院跟選手差動多，真是冇錯。醫院就天天的來咩？阿婆有卡好冇？有卡長冇？安尼，痛快處理。因為我哋比賽的時間真的想要處理，馬上再上去，幾秒鐘的事情，可能有一顆了，又輸一顆了，對，哎呀，所以冇強哦，冇強用。可是我哋呢，照顧人來講嘅話，唔單止要用時間來搶分數，同時睇下短短的時間以內，而嘛要照顧好佢哋線數。首先，下我哋喺度節目為嗰度過精彩故事。翻過來復起來嘅，所以節目我哋物理治療師，我哋楊建祥來到嚟現場，同你分享講，伊當主體國家隊嘅時間，伊做乜嘅事情。我總想問一下吼，後來喺國家隊嘅一啲經驗來講話，對人後來嘅一啲職業有影響？有影響動態一態哦，因為我接觸到嘅選手，幾位人來講，那片痛，那天痛，即按你用有效冇？按你治療有效，按你打雷射有效冇？幾位人來分享。其實沒什麼感覺，其實有感覺哦，這個很棒，我完全不痛，我就會老經驗帶到去治療偏硬，因為運動員的傷較嚴重，普通人就會酸痛較多，所以運動員做得，普通人就做得，安尼，會有影響。因為你而家讀到台灣有裝備嘛，係啊，裝備對復健一件事情，其實有啲人係佢抗拒嘅，係啊，佢排斥，係佢排斥，咁能用去說明咯。老人家對復健來講，佢做一兩都冇效，佢就冇去嘅，佢就唔知得做乜嘅東西，佢就行路啱咩行啊，會卡安尼行咩做得嘛？佢唔知復健需要累積啊，咩像果汁有冇？是朱砂呢？煮下去就有效果安尼，冇強用嘅，咁樣老佢講過。我有乜個偏硬哦，動洋蔥，但係要佢動認真做，我老佢教嘅乜個動作，佢要認真做，佢也好好，但係順咧哦，去國外，其實來講偏硬咧，冇一隻硬啊，人就先隨便講誒，佢就嘿哦，我係強用哦，邊個較老哦，邊個較大細哦，佢個動認真，佢講我咩嚟吃寬咧？佢就會我本意看到效果啦，然後老佢講我唔看也好，做得行50米，一禮拜以後，我做得讓你上1樓2樓安尼，你要給他一個目標啊，佢要寬內多誒，你總唔得講感覺，老人家感覺不到，當你攏強用，每天都做一樣，還要換哦，你不可以每天都給他做一樣，因為當你攏做強用，我唔會來。那冇來做復健的，哦，所以跟長輩的復健的話，跟選手是完全不一樣的。長輩的復健需要用拐的，你要去像小孩子一樣去誘惑他，然後讓他看到成果。譬如說，他可能今天只能自己做到站，可是你跟他說，你努力一點，你可以跟孫子啊出去旅遊，你可以讓他去帶他去買東西，帶他去 7，哦，他就有動力了。哦，所以每一個長輩配套的措施不一樣。佢從安尼嘅，按你講安尼耐心來講啊嘛，係唔只家本地都有，還是講後來能慢慢地培養出來？應該本地就有，係苗栗客家人，所以講苗栗嘅老人家較大，講法愛較慢條嘅啊，安尼做乜嘅動事情愛較慢條，較有耐心，聽嘅老佢講啊，係啊，所以我耐心嘅
本身就有的，從小培養的。我妹到開刀房上班，我姐姐妹喺開刀房，所以我從小就同醫院看按多老人家安尼進出啊，看叫的咩啲安樣人對待老人家安尼。等於你講，其實因為有啲位眼強，尤其係我哋講物理治療師來講，我哋嗰時候去做復健咧，有啲治療師都講眼強啊。係啊。我做唔做唔怕，隨便。係啊。你等於講，你這個冇做，唔算咧。係。醫院吼有一個問題係不要得罪患者，不勉強啊，因為有醫療自主權沒有錯。但你可以說你不做這個，我們換別的。我說你不要勉強他了，那人家可能都已經80歲了，眼家你唔好看啊，生氣咩對身體唔好啊。但是冇講到眼家啦，如果從頭到尾會以啲我哋講可以看得到，嚇，要而即個馬上可以做一啲目標，嚇，譬如講可能帶佢阿孫去 7-11啊，嚇，但係對嗰度阿婆嚟講，反而可能有啲想法比即個會行路，可能嘛嗰睇。為了孫子啊，我做得做一下復健，冇唔錯，係。嗰時候，但係你講唔係會想一啲方法去怪伊，去想伊嗬，去真正去把一件事情做係，我感覺都冇簡單。應講，即做一啲醫療人員嘅話，你這個可以慢，你這個可以慢嚟做，好冇？你這個嘅天嘛，你這個做冇，即成本你這個高嘛。但是你現在的一啲用個好嘅方法去表現有一啲動力，嚇。去做一件事情，我是投入因為講，冇簡單，因為也不算你分內的事啊。係啊，我愛做咪做一樣事情，但是你這個用一啲過好嘅理由表現，這個有一啲痛。因為你們看到嘅家屬安尼拜託嘅眼神，不要讓他回去，讓他做完再回去。嘿，你會感覺到，你說我處理，然後就好，然後就叫家屬去旁邊來處理，然後佢講，安尼講啊，呀，我感覺冇好，冇做嘢，但係做拍別樣，較有效嘅，較貴嘅，你就用貴，然後講不收你錢，不是錢，一隻較有效，佢就一隻治療師冇強用哦，冇唔錯喎，對我較好。對病人冇強用安尼，記住我愛吃寬的安尼。咁我要阿婆做叫佢講，我有啲筍嘅唔成家啲。喺動到哦，係啊，實習嘅時間有冇？就有人講唔帶奶含奶片嘅，阿伯爸爸媽媽很低嘛。做的本給我認我，給我認一下當個，現在很後悔哦。他那個房子在七期，現在懂後悔哦。哎，年輕不懂事。還有那些門號，阿婆有冇個電台啊？對啊，要認我那一個，他就是在七期當房東的，好幾個都。現在長大啊，小時候不知道七期是什麼，長大唔係說是七期吧，係鐵啦，係鐵的，係更加唔咩哦。唔錯啊！咁從這個來講嘅話，一般來講，我哋鄉下嘅老人家，嚇，同都市鎮嘅老人家，嚇，都市嘅老人家來講，伊同睇身體嘅傷害有冇差別？有一些差別咯。鄉下的老人家較多係膝蓋問題，愛種田咩？愛蹲着，尤其喺香港人來發現啊，很愛蹲着。沒有蹲啊！你給他小椅子哦，佢唔會做事，佢就要蹲着。係你從我妹妹香港人咩？我看佢用菜有冇？然後用本幾隻椅子，唔會做事，坐定嘅，乖乖，唔會做事就要蹲着。都市吼就比較多，較多肩頸痠痛啊，用手機的啦，看股票安尼較多啦。冇強樣，弄應該消遣娛樂冇強樣，佫有都市有茶貨較多咩？好。去叫他茶，叫他茶，我多擺有冇安尼衝到啦，安尼團結到一塊頭安。弄應該他們都覺得啊，一通啦安尼，沒有什麼大傷啦。跟頭都有講過，家中國以現在古道其實用草比古嘅過好係咪？係啊，做乜咯？
因為角度啊，腰椎的角度痛太的，係啊，用骨的話，等於如果你全部要彎下，彎啊，係動椎間盤突出就安尼。是。所以我客家人咧，做得安尼做勢做動久的，腰會動痠痛。發病那種椎間盤突出那種較多。但是都市也較少，因為攏坐墊的，唔會安尼苦墊安尼。你係坐辦公室的啦？坐辦公室啊，看電視啊，喝咖啡啊，你較多坐墊的，係啊，坐墊的較多。等於你講一般來講的話，可以做農事的時間可以坐頓，都冇用骨的。冇骨的。因為後背我哋那個兩骨嘅部分也會凹鐵板。係啊，鐵板。嗰時會落嘅時間。壓力痛太嘅啊，佢會噴出來咩？咁一般來講嘅話，嗰種個強一些的椎間盤突出，一般的復健要做乜嘅？一般呢，你去醫院佢就會讓你熱敷電療、拉腰啦。其實佢係治療症狀啦。因為台灣有健保咩？老人家按多，治療師就記冇要服務這麼多人，所以都用儀器啊治療症狀啦。所以真從另外治療椎間盤突出啦，然後輕度腰拉傷啊，其實要鍛鍊啦。鍛鍊。一隻好嘅復健哦，其實來講有儀器啦、天療啦、鐳射啦，我乜嘅東西哦，佢有徒手哦，佢用來講用手去讓你放鬆，去喬那一種動作哦。再來就是要鍛鍊啦，你要把那些有問題的肌肉，有沒有受傷好了的肌肉強化起來，這才是好的復健。哦，嗰就等於你講。你想同我講，因為其他真正我哋元素貼少，抗炎貼多，嗰時一開始都先去電療，係咧喺度熱敷，係咧喺度拗頭，喺老人家動哎呀呀，舒服咩？唔會佢，冇錯，唔是很愛做乜嘅，聽哦，按舒服，按你熱敷，按你動好，聽講人家過來，按你唔是炎咩？對，但是問題係。真是從業為用後背的時間，然後有一個徒手，我都講真係後來用了一把訓練，係啊，哎喲，嘛算是復健的一個基本地方。正規的復健計劃係按呢，比較完整啦，這樣子才是真的好的復健。只要是大家認為是舒服的，不是一個好復健，那叫治療症狀。但是問題係講我哋基本嗰時行到後背啊，係啊，嗰時幾多同醫生要求係咪？唔係，看醫院的政策啦，也有較多迄自費。譬如講，按教員用來通，然後教員用來訓練，教員用來處理。譬如講，200塊，200塊自費200塊，因為原本50塊嘛，後面就再加200塊，我多一個指導，教你怎麼回家練哦。這個現在越來越多，不像以前哦，都沒有這種，全部都電療，然後熱敷、拉腰、拉脖子，好回家，明天再來。現在健保也發現這個問題啊，這不是一個完整的醫療。可是躺到入邊，他可能會發現到講，以前我們傳統做天療、熱療，其實那做前面，其實真是從業後背。我哋嘛唔全做到，休息下喎，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講精彩故事。翻過來，復起來嘅。所以節目我哋物理治療師楊金祥同我哋分享講，一般來講嘅話，我哋客莊地位可能會遇到某個問題。咁唔同有講到講，因為其實我哋咧嗰度客莊地位啦，我哋咧可能做農事時有骨嘅體檢嘛，所以可能會有啲兩骨嘅問題。但是一般來講嘅話，我哋喺都市鎮嘅地方，同有講，我哋因為我哋坐辦公室，嚇大天咯，會有個肩頸痠痛。也部分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講，剛才平常用嚟保養我都去復健好冇？大部分的那個肩頸痠痛呢，大家都會去這樣子拉脖子，其實不太建議一直拉，你會越拉得越敏感，越來越容易落枕這樣子。其實現在我們的研究科學說，你會痠痛，其實是因為我們為了要看東西，然後把脖子抬起來這個動作，這個頸部的後方這個兩顆突出的枕骨下面的肌肉太緊了，太脹了，然後呢充血之後呢壓到枕大神經。你會覺得偏頭痛的感覺，所以現在都是教大家挺胸之後呢，2隻手頂住下巴之後往後縮，
做這個縮下巴這個動作，你有類似雙下巴，這樣就對了。對，不是醜，但是代表你做對，你會覺得後面有點頂，撐個30秒，然後放鬆，然後再撐個30秒放鬆。但是如果你覺得說你的姿勢很差的，有些人像這樣子的，好，你看到人家說，哎，你怎麼就這樣子姿勢很醜？你也可以拿彈力帶繞過去，然後做這個動作。哦，我等於講你抵抗它的力量，對，去訓練這個肌肉，把它拉回來這個位置，這樣子可以增加你肌肉的耐久性，然後你也會比較舒服。對，因為吼，我哋最近有看到講，我哋做個測驗的時間，吼，我看到嗰度硬強人體看數據，這有啲人吼看數據啊，看到一片有一啲骨頭走出來，係佢安樣去處理喏？當然唔錯嘅，我要快刀，因為它後面那個脖子的骨頭往後位移了，所以碰到後面的軟組織之後，它已經長出軟組織了，長出來那個要一包的啦，哈，一包的。但家中講，那一啲骨頭安尼凸出來咯，按年就團練就做得轉移的，你就躺着有冇？然後拿一個枕頭擋在那個頂出來，往後仰，然後呢就把它頂回去。然後呢，伸展它，這個是平衡。然後你再訓練這個動作，就可以把它拉回去了。對，其實富貴包是可以靠運動訓練跟放鬆去矯正的。但是大部分人就拖到後面就很大一包，那個就算你訓練回去了，那一包長出來的那個就沒辦法了。你還是會覺得，怎麼還一小包？那個就只好開刀把它挖掉。嗰數人家意思就講，家中把唔衝到富貴包，好，唔講係富貴包，這是有的，因為真係有。動到。我都看到一啲學生，伊都看數據，我都健康也係好鬼腦，是發現講。冇一般冇，但是已經有一塊骨頭都很明顯的突出。我知道嗰數年嘅。動到嗌學生嘅19歲吧，咩按台罩。不是突而已哦，按台罩一包，對，小包按台罩，咩富貴包啊？好，嗰種人意思是講，第一就講有一啲枕頭不用提一片地方，所以佢好看到後背去睇一件事情，如果就同人講誒，縮下巴，一片綁過來，好，不用一片咧，一啲力量可以個不用鬆一些，好，可以攰了。最重要就講，海邊唔好按你拿度，唔好按你看數據啊，按你就做對。好，按你做都按你一般的。懂容易拿數也就按你咩？懂容易。其實你做對按你就做對了。哦，好。就有根據研究指出，你要是彎到60度啊，你要承受30公斤的壓力，要僵緊啊，動出來個壓力動態哦。係啊。因為我真的感覺到哇，老的時間以為鴉片痛，年輕的鴉片痛係動一樣，你會看到永遠按你打豎皮按完啊。腰有問題，腰沒有問題。咁我冇有，咁物理治療師平常用我看數據。沒按你啊，但係我哋要放鬆啊。譬如講，你要讓大家去訓練哈，去訓練它比較困難，放鬆比較簡單，所以我會自己放鬆，我會自己把它拉回平衡就好了。平衡就你說強化哦，挺可以啦，上班就抹汗的。洗澡的時候沖熱水，特定的姿勢把它放鬆，把它拉回平衡，然後這樣按你就做，按你就懂貨位啊。我唔錯，因為這時候人體共用啊，去不用手藝。好，因為而且同時講，你等會體共，其實這個我唔錯，你平常大數據還是很大，但是你等會注意到這個的姿勢，挺久的，挺久的。但是一般人，你講，按你其實來講，我有椎間盤突出，我29歲時就兩個就 fight 了，就噴出來了。但係我這個復健3禮拜，都壓下差不多會4年了，唔是發作過。可是這時間蠻難忍哦，你這個蠻記得嗎？姿勢痛，那姿勢太差了，還有姿勢，按你開診所的時候痛冒汗的，冇注意到啊，按你打，確認那個東西痛久了，又在看着按你，有點叫用小用乖，一檢查哦。突出了，係亦都話冇得天嘅問題，因為頭先我哋已經有講到講看數據啊嘛，但是更加佢到嘅上班嘅人都打天咯，打鐵叫坐幾久，加班啊冇辦法，加樣咯。因為腰會酸痛哦，我們腳有一些輕度麻的哦，冇時間去看醫生哦，就按你哦，啱啱講，譬如話講你右片看唔爽快，你就按你翹2郎腿按你有冇？手不用壓，按你哦，挺胸哦吼。
先往前傾斜就好。你會發現哦呀，很緊、很刺、很酸，按你就停留30秒。你可以牽拉你的那個梨狀肌跟坐骨神經。哦，你覺得好30秒，保持呼吸之後呢，回來，好再下去。好，做個2、3次，你覺得越來越輕鬆了，你就可以慢慢稍微彎下去。然後呢，慢慢的彎下去之後呢，你就哇，開始腰有點牽拉感，酸酸的之後呢，停留30秒，保持呼吸哦，都不可以憋氣。哦，保持30秒之後再回來休息一下，就重複做這個3到5次之後都比較好了。最後再假設是右邊，你再把它往你的左側偏移，去拉你整個腰跟背的肌肉，這樣一樣保持30秒。為什麼我會講30秒？因為根據研究指出，這些軟組織啊、軟的東西，你要延展開哦，你就要維持一定的力道跟一定的時間，那個時間就是要超過30秒。所以你一次拉，你就要維持超過30秒，才有延展的意義，不然你就沒效的。剛剛按的時間，譬如講我講30秒，可是問題係講，譬如講T100做時間，我們可能冇辦法鼓按啊。咁也要通作，譬如講我們講也要循環好啦，也要循環，做一久啊，做譬如講按的30秒係回憶。第一階段有沒有？你往前傾斜有沒有？30秒轉轉，差不多3到5次。3到500，慢慢的再往前彎一點。哦，來到哦，酸又很緊繃了，又很酸的哦。等一下，也要3到500以後，馬上如果再過進一步，還是個輕音樂？沒有，不是輕音樂。輕音樂。你，但是你做體要動通動酸痛就冇個做有其他問題嘅，其他問題。好，可是按你至少可以表我哋呢，算是我哋呢係會肉啊、神經啊，有輕度嘅麻，你做得做，係輕度嘅。因為有等於我哋踢啊。係啊，咪踢喺無效啊，當到阿婆會按你，唔記得做乜嘢啊，係啊，咁帥啊，唔記得做乜。冇錯，係啊。咁而家腳麻、酥麻就按你哦，因為輕度麻的感覺，你嘛就會。睡午覺通起來有冇？鴉片會麻痹啊，你有冇？還有就那個就叫做麻啦。有些是唔低，嘛個叫麻唔低，好，你就按呢，手腕打到最下面，整個側斜打直，然後看前面，然後脖子稍微往對側彎，你會覺得哦很酸，好，維持30秒回來。然後再過去，這拉的主要是正中神經啦，就是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跟無名指一半，大家最容易麻的。那有些人是麻這個小指頭內側這邊，有一些人因為他打手機壓到的地方不一樣，你就一樣，然後呢往後轉半圈，然後往上，你就覺得哦，換內側這邊很酸麻，拉到尺神肌，就是衝到被麻掉那一個，就是尺神肌。好，所以每個拉的動作不一樣，一樣都30秒，可能做你看1、2、3，好，這樣做個幾次，做個30下就休息，然後再做30下休息，你會發現手比較不麻了。對。但是你還如果又麻了，很快又麻了，要看醫生。那個有問題，不是舒緩就好了。對，你講佢可能一方面可能講嚴重誒，一方面可能就是要用一啲個專業嘅一啲方法去治療也嘅事情。因為我哋以前佢常看到人家講扳機指啊，扳機指。係，咁扳機指吧，因為有啲人都嚴重到愛去輸血。係要去輸血。係，可是基本上唔可以單靠伊啲即個錄下腹腔都可以。較困難啦，較困難，但是慢慢做對啦，因為扳機指就要被卡多沒，彈不出來卡多，它在滑行的過程當中啊卡多有些是發炎腫脹造成的，那你就先冰敷，然後呢橫向的針對那個很緊的有沒有做橫向的按摩這樣子，把它揉開，這是輕度啦，但是哦現在比較好，不是快多呀，要它有高能量鐳射，有沒有治療師會戴護目鏡，按你幫你打鐳射下去修復它。夠中醫有沒有？有針刀有沒有？太厚了沒？比如讓你戳斷的，我們是快刀按你割開啊。發現哦，太厚了，可能你戳斷，按你就做的，按你就大一塊啊。好過動腳。一部分唔講到中醫啊部分咯，因為其實有的我講中醫有推拿部分，推一般的物理的復健哈部分。一般來講，一般的民眾按樣去選擇講，已經要做物理治療還是做推拿？都困難哦，因為醫療是自我選擇嘛。但如果是要區分兩個的專業性的話，推拿比較像是他去幫你放鬆，好放鬆一些肉啦，哦等等，或者說他們是照中醫師叫他們做哪邊的放鬆按摩哦等等的。但物理治療師哦，他第一個他是正規醫療，因為推拿是總歸是好像是技術類的啦，但
物理治療總歸是衛福部嘛，醫師人員，但我們有更多的評估跟影像檢查報告，然後呢，你出來之後呢，不會只是只能用推啊按摩的，我們還要用儀器，震波啊、高能量雷射啊、低能量雷射、電療啊等等很多，還有磁場共振療法，所以很多的醫療儀器都可以幫助患者緩解疼痛，都比手去按來的更深，更有促進它的恢復的那種效果，而且最後比較偏向西方的正規式評估啦，然後呢還會有一個訓練環節，因為中醫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它比較，但現在也轉型了，很多的中醫部它也會教體能教練去教民眾怎麼樣去鍛鍊，像他們有一些八卦啊什麼一些比較古典的一些訓練方法。那物理治療方面的話，就是你做完復健了，你好了，我還要強化你，像有些媽媽手有沒有？一天到晚都發作，那個其實就是你的發力的，你的行為模式有問題啊，才會一直反覆，然後再加上你要做的動作，它負荷不了啊，負擔痛胎啊，所以我會好了之後不會痛，還要得強化它，就看我用用了。比起以前那種天療、日療來講話，其實更加為伊個復健來講，也要過長過完整。係加完整。好，唔單止講把人治療，我唔會痛誒，好，馬上吞長好誒，同時嘛，可以加強可能可以用。唔好講轉來，唔好講轉來。以前好像當然愛做復健，然後做唔得啦，健保會負擔不了，醫生會來就好嘅。一下先。節目嘅最尾，好，用一句話同我哋觀眾朋友講，睇。你從生發底部要注意哪個事情？注意姿勢啦，姿勢哦，還有說哦，如果用手機用太久了，或者說哪邊痠痛，如果真的有不舒服，一定要尋求正規的醫療醫師或者物理治療師來協助啦。看今日節目，我都發現到講，其實姿勢這件事情其實最重要，因為有時時候你給他買的東西墊的啦、沙發啦，哎呀，貴舒服哦，一顧下一路面咧睇嘅看電視啦、打手機啊，叫人家身體真係會熬嘅。嗰時其實真是而保持一啲最好嘅姿勢來講嘅話，其實算是我哋健康嘅體譜。今日感謝我哋嘅健翔龍咧，想從分享很多安靜泰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大家。休息一下喎，再聽我哋欣賞來強化運動哦。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